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收睇我個頻道，我係技安啊。呢、個龍珠呢，就今日呢就出咗好多新嘅卡嘅資料，咁啊同大家又係講下啦。第一張呢，就係呢張 LR 嘅盒，即係扎馬斯再加桃紅悟空啊。呢張卡就 LR 係抽翻嚟嘅，我睇隊長嘅就知啦。技術加3起，血攻防加9成，呢啲係抽翻嚟㗎啦。然後被動咧就係、回合開始時咧回15% 血，然之後咧當佢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就會加3成攻，然後最大去到120% 嘅，係啦。咁即係話咧佢係可以同時回血之餘咧，都仍然可以有一個嘅加攻嘅效果，咁但係就嗰個副攻擊力就去到最多去到120嘅。然後咁你睇到啦，佢有超擊戰嘅，咁算係有一個優勢，因為我嘅認知抽翻嚟嘅 LR，除咗LR 飯之外，就已經冇超擊戰拎㗎啦，全部都。咁呢一張就有超擊戰拎，可以彌補翻少少佢喺被動上面火力上面有少少嘅不足。咁然後就呢張就係、應該就係本身抽翻嚟一開始就抽翻嚟嗰張嚟嘅。係啦，就係、黑悟空嚟嘅。咁篤近咗上去就會變咗呢張啦，黑悟空再加合體加扎馬斯啦。係啦，咁佢就冇特別 show 咧。呢、個18氣嘅時候個招大絕係咩？不過多數都係超極大再加個效果㗎啦。咁佢本身而家呢個極特組再加3成防啦，即係有啲似孫悟空可以疊到9成防啦。咁而佢本身自己係 LR 卡，所以佢防禦一定高啦。咁但係就極技隊長因為部落即係大波啊，極技大波就即將出啦。咁都基本上都接近肯定係極技嘅第3世代隊長嚟㗎。咁配埋佢嘅話，防禦就未必太大問題嘅，都彈得下嘅。不過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，就咁齋睇被動啦，嗰個傷害力咧係咁多張 L 之中，我會覺得係比較低少少嘅。始終一嚟佢又要食攻擊先至加啦，咁要食4下先至加到啦，就之前好似類似超17號咁樣要花時間疊啦。二嚟就係其實疊盡都係得120嘅啫，就比起唔煩可能閒閒地都過200幾啊。然後呢個大波又可以發2次 bit 啊，又加8萬攻啊，呢啲咧我覺得佢嗰個火力上面咧相對地就偏細少少嘅。即係甚至乎如果就咁講話加82攻嘅話，其實連好多限定卡都火力都會高過佢咯。咁所以個火力上面我自己覺得就佢係算低嘅，但係始終有一個回合開始回15% 血呢、個，因為技隊可以識回血嘅卡就偏少嘅。所以都唔算太差嘅。呢度有啦。原來咧就18氣咧就係、應該就係超極大，然之後就再6 round 即30嘅，即係話6 round 30嘅話就即係可以再疊多一次嘅。因為正常你第一下出，然之後第3 round 第5 round 噶嘛，咁就即係話可以疊多一次，即係佢變相就有100，即係如果疊晒就有120% 防，然後就再有120% 攻，咁都算幾彈得下嘅。不過就呢張卡就偏向於要彈咯，即係要花時間疊咯。你問我咁一定係勁㗎啦，但係如果比起唔犯同埋比起大波嘅話，我會覺得佢稍微少少失色少少嘅，但係當然都係仍然好勁啦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就輪到之前講嗰一堆卡咧，可以篤近啦。呢一張咧就係女星星
DK 咗上去嘅。咁啊，佢本身呢張卡已經有用㗎啦，因為佢可以識得轉力珠出嚟，咁其實已經係好有用㗎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變星星啦。然後薩亞人之咆哮同好記得嚇，就可以同到超四悟空配啦。佢而家就必殺技就再多咗個可以幫朋友加20% 攻啦，即係不無小補啦。如果有陣時佢擺喺頭位嘅時候出到邊，咪幫到加攻咯。係啦，咁佢而家就亦都係有稀有大元化啦，可以咁佢就括住見到後面括住兩回嘅，即係話其實本身咧呢啲星星卡咧就佢變身咧，成個回合咧，即係如果出咗地圖就唔計啦，成個回合咧，淨可以變到一次星星嘅啫。咁佢呢度就括住兩回，即係話佢指明係可以兩回變星星㗎啦。係啦，咁都唔算差㗎啦呢張卡。雖然佢就限價突破啦，但係因為佢啲拎都幾配到超星風嘅，咁再加上佢又識轉力珠，所以都叫做有落隊嘅一個即係其實本身未篤近之前咧，都已經有落隊嘅空間㗎啦。純粹就係因為得100 level，輸咗3圍。咁而家佢多咗呢啲篤緊完多咗呢啲，就落隊嘅機會就大咗好多啦。跟住呢張技術性嘅星星唔巴，呢個一彎加大幅上升再超特大嘅，然後被動就係3成血以上嘅時候咧，再加100% 攻，然後再可以2次大元化。咁啊，佢就火力上面就都幾大啊。咁啊，亦都係超技啦。跟住被動亦都係咩巨大花、咆哮啊、殺人跨呢啲。咁啊，因為之前亦都一直都有講㗎啦，因為技隊上邊嘅加氣拎咧，就主要集中喺短期嘅，係壓制翻好多臨戰啊，以用嚟控呢個超3吳天格斯嘅十一氣嘅，咁所以普遍上超技隊有冇加氣拎咧，其實嗰個重要性就唔係話去到其他隊咁高嘅，所以呢隊嘢唔係太多加氣咧，都唔係問題。不過就因為始終譬如殺人之誇、殺人之咆哮呢啲咧，記咗入邊其實就唔係好多人有嘅，所以就真係齋睇啦。咁啊，搏下佢變大星星就有機會擋下啲攻擊咁樣咯。不過佢始終咧有一 round 大幅上升再超特大咧，呢啲卡咧一定係高火力嘅。不過就一嚟你要投資9張老界滿佢技啦，咁二嚟就係你真係滿咗佢技之後，你都會唔會選擇落佢隊咧？咁啊成疑問嘅。咁不過DK 咗佢咁樣都冇乜壞咁樣咯。呢張卡就如無意外係之前免費卡可以篤近上去嘅，我嘅認知就係啦，睇到佢嗰啲拎啦，就係超速加2氣血防50%冇加攻嘅，咁啊必殺技就超特大，仲有機率氣絕啦，然後被動就係超速再加多2氣，然後再加攻防2成半，咁呢一個被動咧就幾好使好用啦，咁啊尤其是係一啲朋友佢冇呢個神比古嘅，咁啊只有元氣劍袋格斯然後用佢嚟配神比古嘅超隊頭尾咧得加4氣嘅啫，咁有咗呢張卡就成隊超氣幫手加2氣，再可以 buff 到攻防咧。咁呢張卡如果我唔肯定佢係咪真係免費卡啦，但係如果佢係免費卡篤緊上去嘅話咧，呢張卡我覺得係幾勁嘅，即係極值得一啲玩超隊嘅人係落隊嘅。係啦，咁被動有金色戰士啦，超西撒人之血，有正義 hero 咁樣，咁拎上面就唔算好突出啊，因為冇乜加氣，但係始終佢本身被動已經加2氣，亦都有加攻防，所以我覺得接受到嘅。如果係免費卡嘅話，我覺得係絕對合理嘅，甚至乎偏強添。咁但係如果係新卡抽翻嚟嘅話咧，就當然就渣少少啦。呢張就係之前咧呢個未來唔犯物語嗰張袋格斯咧，可以本身
DK 做 UR 嗰張代格斯可以再一次篤近上去做呢、個120呢嘅。咁睇翻大柱就超特大啦，冇特別啦。智屬即係由隊長智屬就血攻防70%，又冇加氣嘅，咁啊唔需要特別睇啦。被動就係敵人兩體以下嘅時候咧，就70%加攻嘅，然後就有刺激戰令。呢一個咧就被動上面咧，以免費卡嚟講，可以確實加到7成功咧，都算係咁噶啦。然後而始終咧呢、個打 boss 戰咧，其實都比較多係見到一個直接見單對單個 boss 啦，所以呢一種加兩體以下呢堆咧，佢寫到明兩體以下，即係話兩體咧都會計到嘅，即係有兩隻嘅話，即係譬如可能打呢、個冇記錯係打超比古或者打嗰個格比達，一開始會有同時有悟空同比達兩個人出嚟，咁嘅情況咧，佢都可以加到跌到攻嘅，即係可以發動到呢7成功嘅，咁就。又係嗰句啦，免費卡嚟講就冇乜好挑剔㗎。雖然如果以一張82 level 嚟講，佢嘅血量同埋攻擊力係都偏低嘅，因為如果血同攻都可以再多500、8500同8000，會可以優勝啲嘅。但係就始終都係一張免費卡啦。佢血量血攻上面罰少少，而喺翻個 link 上面補個臨戰，補個超擊戰俾你，咁亦都有埋臨戰嘅時候。我自己覺得就都算係咁噶啦，呢張卡如果係免費卡嚟講，咁啊都真係算係強噶啦，因為你要4潛又冇難，即係要4潛冇難度啦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可以滿潛啦。咁可以滿潛嘅話，呢張卡個火力就會去翻一定上嘅優秀噶啦。咁啊就雖然係超特大，咁免費卡嚟講，我自己覺得就冇乜好挑剔噶啦。係啦，咁然後就大家睇翻啦，啲督近用啲咩張？咁啊，本身即係如果抽翻嚟，即係 L.R. 嗰張扎馬斯桃紅咧，就係、一開始督近上去兩個人咧，就用77個黑悟空杖。然之後咧，如督近上去 L.R. 咧，就你睇到啦，就用神達啦、爛面啦、元氣劍啦、桃紅同埋用神空，然後各自21嘅啫。我自己覺得呢張卡比起呢個 L.R. 大波仲易啊，因為嗱你睇到你第一次 D.K 上去77個黑悟，其實即係等於一張限定卡嘅督 K 上去嘅數量啫嘛。然後呢一度其實每個真係要21個啫，即係等於你呢度有1、2、3、4、5，一場就跌7個，咁你即係話3、6、9呢度其實打15場嘅啫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以督近一張 L.R. 卡嚟講，佢要嘅張即係佢要嘅徽章數就真係非常之少啦。L.R. 大波始終咧用嗰堆嘅界王嗰堆咧，有陣時有啲人佢又真係冇起上嚟嘅時候咧，要真係好刻意去打嗰啲 L.R. 要打嗰啲界王章咧，其實都一定難度啊，係要花啲時間嘅。但係呢啲超級戰嘅章就好輕易啦，你一定有啦，例牌奉旨跌7粒咁樣啦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張卡要督緊係叫做偏易㗎啦。咁然後就睇埋呢一堆啦，就呢一個大圓嘅悟空咧，大圓嘅悟巴啦，就係、是、用5個飛嚟嗰、個呢、個章我冇記錯係嗰個悟巴嗰個物語啊，係啊，就會跌嗰個飛嚟章嘅。呢一個係女大圓，就係睇到就都係用嗰、個，都係呢一個物語，但係就係另一個章。我唔知係會開一個新嘅物語啊，定係會嗰個物語再多一兩關啊？係啦，因為睇到呢一個章，佢嗰個飛利個樣係打吳巴嗰個物語
會跌出嚟嗰張飛利嗰個樣嚟嘅。然後呢一個就用呢個杜拉格，即係用元氣劍杜拉格斯嘅徽章啦，用35個，咁啊非常之抵皮嘅，係啦，咁啊我自己覺得就係咁噶啦，然後就又開星龍祭咯，咁啊星龍祭就係抽呢堆卡，同埋應該就會入埋嗰隻 LR 嘅扎馬斯黑五扎馬斯入去嘅啦，咁樣咯，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呢堆卡嚟講都幾有趣。咁啊頭先睇到冇呢個唔犯嗰個篤緊個支張數，咁所以呢張卡睇嚟係新卡嚟㗎啦，即係一張新抽翻嚟嘅卡。定係可能啦，即係到而家都，因為佢冇特別講嘅，就純粹有張卡嘅資料，唔知會唔會係新物語嘅免費卡啦，定係抽翻嚟嘅卡？因為佢嘅強度，如果你話免費卡或者係抽嘅卡嚟講，我都覺得係合理嘅，咁所以就真係睇翻打佢係點樣啦。不過如果睇到佢篤緊嘅張數，即係篤緊嘅張係啦。嗰個條件冇佢份咧，咁應該都係抽㗎啦，係啊，咁多數都係抽啦。咁呢條片大致上去到呢度啦，就同大家分析翻一堆新嘅篤緊卡啦。咁不過我自己覺得有少可惜，就係有呢兩張星星，但係仍然係未有嗰張比達嗰張星星篤緊嘅。之前有講過比達張星星可以篤緊，但係都仲未公佈嘅。咁啊有㗎啦，咁啊再等下添咯。亮點我自己覺得當然 LR 係亮點啦，然後呢張雷星星我覺得都係亮點嚟嘅，然後呢一張嘅杜拉格斯免費呢張咧都係幾好嘅，咁啊好多人都好期待佢㗎啦，咁樣咁大致上去到呢度，到下條片有睇下有嗰隻新嘅超三大波嗰啲能力值卡片資料嘅時候咧，就再同大家講一講嘅。呢條片去到呢度，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